唔知道，唔会点啊过时节，拄到七家命中注定的过生日。谁哦？我不怕泼冷水，我喜欢被泼冷水。因为谁输了就怕人睡他一个啊。过时节，命中注定嘅画面。你跳槽也不卡。我相信你。出去。系讲20年过后，我唔少個 condom。再話轉頭嚟看，係咪要唱竟然洶湧的感覺？我唔話到，這永遠嘅感覺，會因為時間，原來結久，變得較深刻，也係一沙漠，就發現自家。我相信你。這就唔記得嘞。行到了尾，你袂忝无，做得了了，一下无，愛你頭前，還有青豆嘅路，一行有你做伴，愛唔會驚。先生，我等眼男朋友來了。校长你好，我叫罗伟宏，叫我阿红就可以了。小丽在这里受你照顾，谢谢你。教授，做乜記啊？做乜記啊？記咗我都話呢。小丽，好嘞啦。你冇見單上見面，冇一見面就演假咩？我客廳。你是督學嗎？原本你親手要3人喺我面前講話了，唔過我要用極強嘅速度去清楚嘅答案。你乜啥？尊重啊！我唔懂數學，
怎么该按用老汉讲法？歹势啦，迄个根唔错。听我你面前，有些的面子不来了。小李先生，男朋友哦，本留台下，唔再酸定下來。我想你後生仲冇一答面哦，後擺哦，等人唱個高中阿老嘅時節咯，你要前面哦，然後冇變。唔好拿我講笑。小李先生。爱用当初哦，好山好水，講到上個地步，你帶人男朋友去流流啊，啊，我輩子唔到路嘅哦。人男朋友哦，完了，高總，係誰嚟做？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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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高总，俺来呀就一年应该都了解俺啊。山上没有旅社啊，这个小玉老师应该跟你说过，除了学校的宿舍，冇配 V 耶。係啦，有人來講過，哎，那有人讲过？你们两个谈恋爱啊，怎么吵吵闹闹我不管，不过这里啊可是学校哦。你唔是小啦。大好。总，唔係嘅片啦，亞威。奇怪哦，怎么大家都心唔心爱？當初一樣。人哋一好人家發現就唔對，這人安排帶嘅 visa，很好笑哦。講啊，你要做乜嘅？你好，我都阿肥，你係小李啊？係查理喏。奇怪哦，你唔係我男朋友咩？用不連我都馬個名嘅就唔對咯。我看唔見你睇應該係呢條動態嘅列嗬。你做乜嘅？哎，規矩條哦，聽老人講哦，一總條哦，除咗老人家、老細人啊，其他乜嘢都冇哦。我就帶到人隔壁哦，我冇嫌過啦，你總得發講。
哟，陈总，啊，你好。哦，买东西呀？走啊。啊，这个拿。小李先生的男朋友。男朋友。我那个东西自家拿去，该钱哦，就来标个上个股，自家找钱，来当磨汗磨时间等啊！兄弟啊，什么嘢啊？唔係啦，喂你。哎呦，等下做乜嘅啦？佢唔好個打你啦，我都唔講啦。嗰度咧吼，一點鐘天呢，打死鬼同嘅點嘛不安全。娘啊喏，叫咩當機啊？幾多錢啦？哦，個夫人教師係要輸啦，佢就估計自家哦，點解結婚啦？也唔得咁妹啦。我做住看頭啊，也夫人教喜用心啦。冇想到佢心咁安閒。哎呦，佢台北人哦，就會安人啊，佢哋醒人哦，就俾自家上啲啦。唔看啦，佢捱妹啦，係捱死咯。有咩窮樣？用點點哦，一三年啲咧，呵，自家硬照來照去，唔辦啦。唉，也不看我嘛哦，當聰明，唔可以有事情，唔可以有事情。最後冇事情啦。結果有樣嘅吼，我絕對冇安好表我記啦，就會靠在天啊，不講天啊，咩話？炎下山，劍上山，樣啊，不高興嘅，表皮啊，哎呦，好屌哦，哈哈，下山呢，去高興嘅，誒，咁要有技巧啊，你只學到都輸唔起咧，那可以做村長咧。cái學教哦，冇學生誒，唔免捱唔錯誒，啊，咁樣啊，喺捱你下去上去叫，捱會啊，捱會叫啊，來唔差你咩？你叫叫聲人嚟啊，哪麼個叫啦？啊，唔想捱，捱到自己冇一個來啦。喲，講捱冇喎，捱就講冇樣辦，啊？我娘幾廿年啦，我見咩咩好少年咯，我點冇落關口啦，唔開啦。我人家啊？啊？我人家啊？我人家啊？啊？我人家啊？喲，娘我人家啊？喲，娘啊，我就唔曉蹲低你起毛啦，我就冇心起毛啦。娘啊！我捱，娘啊！哎，娘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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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放開！放娘哎！放哪裡？放下。大蹦伊，大蹦伊。媽媽，請問潛到啊？好啊，我飲上你睇到啦，呀哈，我唔講啦，潛到啦，呢個嘛，是誰呀？還好啊，潛到難聽哦，天空啊，什麼樣子噻？潛到啦，潛到就好呀。哎，老弟！
还有3年，来3趟什么跟？就还好了。跟眼睛们讲过呀，介绍你先生，你男朋友啊？哦，有3条，我讲你3件哦，动钱呢？这个意思啊？你元旦村哦，唔要录音家就要摄影的，故说都唔是强也跟女朋友哦，本身来过生意啊，动钱的啊！那干了嘞？这里是长好。这里是啥？这里是啥？原来你头也19啊！巴到你又冲走诶，当公出来请你哦。这里先生，人家唔讲啦，跟男朋友哦，这样还得啉下酒有冇关系喏？系嘛？个细妹哦，对细奶吼，个枪兵个日了的哦。来，嘿哦，你兵先的是只有硬兵啊！嘛爱啊！个首先是条艺术，个又兵又熟，个细奶啊咪谈下花，音咪咪，太系嘛，系嘛，几？咦？哎呀，讲乜嘢先啊？唔讲见咩嘢男朋友，跟唔做话会问下见接我搭见走啊？哈！马啥啉咯？来，加多杯咗，加杯咗。好吧，挨了。来了，林 BB，好，来，在哪？啊？你要尊重阿台。啊，陈总来了，来。好辣哦！啊，走了。哎，见本日吼，这个山度啊吼，有看到一件老屋，你估计啦？超蒙面呢？走到搬家嘅朋友，佢好上来就讲，佢贵无？乜係貴喎啊？係啊，個管呢吼，
非学校的事情，阿人讲，我迄想吼，可以只村民太贵啊，香港的亲戚朋友啊，有嘛，叫来啊妹啊，红进穿来晒当读书，当讲错。哎呦，你讲啊改哦，我老唔建议啦，还是哦，单对单哦，一夫一夫哦，去共享不记得，还生意做嚟朴素啦。今日啊，小李先生哦，要撇出咩了你咩？喺你睇住佢阿姨啊，啊嘛。走。哎，我留下來送愛 P 課，我冇去參加。小李先生啊，你係唔係30歲高啊？你身為一個先生哦，你有個想法請耶穌去摩托的呢？冇啦。哎呦，糖花啦！然後你天數還要用的呢？歹勢啦，咱朋友哦，手係愛用啦，硬學啦。不過，佢係一個哦，懂識生意的，要懂要教書嘅好先生啦。佢聽錯為老太家起強騙，哈，為了好生嘅一撒錢多賺來。錯嗎？哎哦，我唔會通嘅啊！做乜嘅眼原定，望老夾嘅法了講出來，你係想喺啲國家度教宗，攞幾隻神婚難命人嘅秘密，也係天公伯想喺本嘅情感度真正想喺啲嘅，唔到啲嘅，就本愛即個發現。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， 5月初7晚晡9點，大天元旦過小嘅宿舍，做乜個阿伯面對高中那個細妹嘅世界，有很多嘅心思。幾條英文歌嘅，老了嘅細妹嘅。係唔係有乜嘅關係？分牌紅嘅禮儀兩次，老高師師嘅相片，有阿爸老太家嘅關係冇？元旦過小啲茶飯店條價，老村長講嘅花地杯度，講出嚟飛高嘅可能，係做得啲元旦發現乜嘅秘密？還係我唔敢講出，係上好嘅答案。阿伯落高中，天講伊還會見面冇？介紹很多小李嘅吳先生，會結夾看出嚟嘅生活。唔係我嘅男朋友。我係羅偉飛，也係池小李先生嘅男朋友，還有叫張做啲老潮人講。我的样式围绕着我，小我
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。2010年5月初8，台湾嘅新闻有2个大新闻，一条係法官賴宗翰8年歸宿伫家落獄，歸議員嘅譚武漢變做議員；另外一條係鄧麗君過身15年咧，全世界鄧麗君嘅歌迷和合作過嘅明星，始終伫金山向下對視，也係我第一擺出到一家老爺世界像人有嘅關係，不過當中要聽到有一聲音對我嘅世界消失的，消失到就像很正經是有過一個男朋友，正經談過100戀愛。大蹦伊，大蹦伊。1、2、3，等下，唔用係咯，冇啦，我附帶老太哦，幾行嚟啦，喂，喂，村長，你說，早啲本係喺後生嘅自家來嘛？No，來。今日雲南還有2件大事情。就係總頭都嘅江中人阿水哥，要啲今日討本用咧，還有新聞總算本家爸對台北遷轉來咧。不過轉來過後，新聞變到冇響用咧。一個嘛，都係邊埋個把戲啊！無人敢問自尊心當強嘅阿二爸，都帶親吻去台北發生乜嘅事情咯？搶咗到對佢哋嘅小三度，一唱客廳親吻冇事情啦。幹嘛啦？哦，體罰，你可以來113中華專線投訴。我打爆你的頭啊！阿燕，那個病貓，你離開臉盆，我跟阿公說。係講天公出一本愛弟，今日阿爸嘅生日，將愛老記強下嘅親密人。係講阿爸喺15年前，唔係愛生日嘅根本人，老愛還有阿芬講。不過用誒，做笑，做係話到15年後以後所發生嘅一切，充滿天空，唔
早点老我讲，我们头摆，我们喊摆，而你也恩用的做。我相信你。怎么解唔叫佢？明明伫佢身边，怎么解唔听书呢？讲啊！我发觉对阿婆，你这爱我当爹，明日给我拿去，你怎么开出来的我爸爸死的？娘子，我才个把对个阿。我们本你大戏啦！你知道我敢唔叫佢咯？你讲啊！对个暗号。你老我讲啊！怎么了？你们两个？
一条丝，你事情变都很有。一条丝。我相信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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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笑死！大梦伊，大梦伊。阿兰啦，凤梅，在你这家总爱采来本啦，有啥两样的哦？唔讲暗道抢菜果子，那意思吼，心唔起啦。大家啊吼，迄阿祖伊落卡总爱采果仔啦，嘿，伊落卡总爱采果仔啊吼，又大又甜呢。按做的时节吼，唔是表卖给其他的东西，啊就抢切一时时强啊吼，再加一时时药，就够好食的啦。做菜啊，唔较强，爱啊，但唱读书也唔听。来啊吼，还有样养哦，来好，来各位家老公啊。两个花啊，公布阿肯听啊，叫佢同腔啊！快些快些，我赶天送呀！侬又来跟我教的。发生安尼的事情，嘛难怪我安尼啦。原来是有听人讲，伊输红包的事情，虽然我两个当日无见面呢，当然想都唔敢相信，会做出安尼的事情啊。阿肯弟冇，哎，每伊嘛跟伊嘛跟又唔肯讲，当然可以几日啊吼，同阿姨讲伊个自处处，还想原谅3天底下买的事情。外面唔ดี抢迄飞狗嘅事情，超拉烦的。好彩小李先生肯留下来，也还洗卖吼，就是咁难得啦哈。係啊。你今天好吗？
相信你。他儿子。我相信你。医生，我妈一直被我爸保护着，她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烦恼。我了解。告诉我，我可以为我妈做些什么？医生。最重要的是谅解。除了这些呢？除了这些，你可以跟你妈妈一样，选择相信，相信她现在其实过得很快乐。我想，她会慢慢接受你爸爸过世的事实，她会慢慢走出来的。妈，你说什么该？我做本事。媽，唔講唔清楚自己同面，我做本事好冇？細個時間，唔通係細神，唔都會唱鄧麗君嘅歌嘅。唱半堂，好冇？让时光匆匆流走，我只在乎你。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乎能得到自己。做乜解？人哋鄉下唱個千歡喜嘅歌誒，也係沙viên泉，表現出人哋嘅心痛。人生幾何能夠得到自己？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太自然寫冇講，心做得係補充，咩做得係風水，鎖匙做得用來鎖門，咩做得牢門打開，打開雲淡閉滅嘅山門，通講會出現燦爛嘅霞光。怎么样？今后有什么打算？回到伯父去世的地方吧。云顶。要不要进定安唔好？那东西也有陪你。请问有看到31号房的病患吗？你一條茶位好卡，
慢慢来看改起你，很美很可面对将来，不敢有给不应该。想流费，你爱这个表唔下意，唔讲的唔会有人陪，爱同解对，你这个人敢没？